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讲安忍安忍就安忍呢我想实际上所谓的安忍都是一种坚强的心态就是坚强的一种心态。这种安忍呢，可以分3个方面的。有一种安忍呢，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工作过程当中、生活当中呢，就要吃苦耐劳。就是不被遇到一点点的这个事情呢，就然后心就开始脆弱心开始就软了，就是痛苦起来了就是有些人呢，好像遇到一点点的生活当中的这种挫折的时候呢，就是开始选择自杀就选择。我刚才问了一些人说是台湾这边的这个大学里面就是自杀的人多不多？他们说至少没有，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台湾大学这边呢，最今年的是没有听说过，就是说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就是现在很多大学里面就是因为遇到一点点的，包括一些这个生活上、感情上、学业上、就业上很多问题的时候呢，实在是没办法面对，就是人选择自杀，就是那这也是实际上是不人来的一种这个情况。还有一种安忍呢，就是叫别人就危害你、侵害你的时候呢，你会让忍得住。也就是说，比如说有某某怨恨的敌人呢，天天就是攻击你，天天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就不生气。我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就是我有时候看一些新闻，在这个时候呢，我看你们的这个领导当的话，那就是一定要修安忍，不然的话，很多人天天的就骂他、说他，就是那首先可能你要领导要看看他的忍耐、安忍度怎么样，安忍度修得很好的话，让他可以选出来，否则的话，好像很多领导不是你们自己选出来的一样的，就是选完了以后开始攻击他，就是然后就一直骂，就是让他这个就下来为止，就是一直很有，这就是一方面是很好的，就是可能是有言论的这个太自由了吧。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不能太斤斤计较，就什么小事都要这个说他的话，那这也是不是很好的。就不管怎么样呢，可能不知道这个家庭就是互相会不会这样呢？应该不会的。我相信就是这是对这个外在的一种这个形象吧。就是内在的话呢，对家长就是不会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有点这个更要修安忍，就是这个这种是安忍就是安忍。然后还有一种安忍叫做是法忍。什么是法忍呢？当我们学习一些知识的时候呢，别的一些。比如说小乘佛教对大乘佛教，或者是有些人对藏传佛教，或者是对汉传佛教、南传佛教，你不能接受的时候呢，就肆无忌惮的，就是说他们。其实这个是先你如果你真的对别的一些宗派不承认的话呢，你先要去研究。比如说你觉得你藏传佛教不合理呢，你们去先这个研究，到藏地来辩论。看看就是这个藏传佛教是到底是在它的建修过，在哪方面是不合理的话，那你可以在我们藏传佛教的寺院都是开放着的，就然后你可以欢迎来，就然后我昨天看到我们那个藏传佛教国际研究会的很多非常了不起的一些堪布各系各大教派的萨迦派的、格鲁派的、噶举派的，还有这个尼玛派的，还听说胶囊派的都有。那这些在这里呢，也许可能语言上有点困难，但是我想智慧上肯定没有任何的困难，因为我也知道，我也懂汉语，就是这些人经常说的是什么呢？我也非常清楚，就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接不接受就是用应该思想的这种智慧呢来这个接受，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任何的道理，就是光说的话呢，那这叫做是疯狂者，不是智者，不是学者，不是宗教。不是什么这真正的一种教派，就是这一点。现在就是有些人是人云亦云，就是说实在，就是我们以真理为准，就是按照释迦牟尼佛的教理也是以真理为指导，就是并不是因为你派我派。我如果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的时候，哪一个宗派如果是不合理的话呢，我可以这个予以禁止。但是我想推翻藏传佛教呢，可能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如今我们在这个全世界的，我也去过，就是许许多多的一些高等学校和跟很多的一些科学家，就是有过直接的这个研究我的是一个很小的人，但是呢，更上层次的这些智者们呢，就应该你们也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就是他们跟这个科学跟藏传佛教之间的对话和藏传佛教如今是什么样的。在这个时候呢，我听说我们这里的很多大多数的人
就是应该是以自己的真心为准，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好像有些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自己没有任何主见好像在哪里说什么就跟着哪里去，就是这也是不太很适合的。总而言之呢，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呢，用自己的这种修行境界，然后呢就是对付。那对付的时候呢，我们对大乘的空性法门密宗不能接受的话，先你去了解，那么这个叫做是法忍，就是我们不能了解的，不能随意去诽谤我对大乘空性法门不了解的话呢，我不能说是因为我不了解它不合理的，它不如法的，就是以前在印度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但这种是不合理的。然后在生活当中、修行当中呢，当我们遇到这个一些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就是心态上面就是调整就现在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遇到一点点的这个困难的时候呢，就忍不了。其实也许是在生活当中的有个别的一些遭遇呢，对你来讲是一种这个修行以前就是在这个文革期间文革期间就是汉地有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一个女士就是然后就开始被他们批斗的时候呢，就是给她剃个营养头，就是然后呢就是批斗。很多女孩子就是当然本来对自己的头发相貌都比较执着，然后剃成就是剃成营养头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就是甚至很想就是骂她就是她是一个学佛的，然后因为有一个禅门大德呢给她递一个纸条，就是说是此时正当修行时，就7个字。就是现在是真正你要干这个修行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他就忍下来了，后来呢，他一生当中都是非常这个惯用的。我们也是有时候身体不太好的时候呢，也就是要忍下来。当你的生活、当你的企业、当你的任何的一些工作呢遇到危机的时候呢，你要用一种坚强的面对。那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天天的是抱怨天天的是怨恨用应该修行的机缘已经到了。比如说你家里的人呢就开始骂他的时候呢，这此时正当修行之时就是你就回去以后想，就是或者是你在有些时候不愉快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是这个修行之时，就是这样想。然后这是我想的就是第3点就是第3点。